也若南北合作敢有机会咧？侯友宜已经证实讲，因已经有和高文哲竞选办公室联络，针对高文哲之前有提出讲先辩论，再个比民调。高文哲是搁一摆强调讲，若是无要辩论，无要比民调，也无要创啥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赖清德伊是表示，无论未来在野是安怎整合，伊拢有决心会当拍赢选战。侯友宜甲韩国瑜互动展现团结气势。中共董事长赵少康举办见到拿记者会，侯友宜甲韩国瑜两个人合体出席，要拼国会超过一半。最近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议题继续一直谈。郭文哲讲办辩论结果比民调，侯友宜也未同意，不过表示卖有失前途。不过已经正式甲郭文哲竞选办公室有联络了。那双方面已经取得了联系。我们的所有的议题都是开放的，那先坐下来，两边把所有的相关的议题大家对好，大家一起朝蓝白合作方向往前走。也不辩论，也不民调，那干什么？所以你觉得他确诊吗？所以我们希望呢，国民党可以尽快的来回复这个进行的方式哈，那也回应社会的期待。媒体一直伫问郭文哲，不过无了表示无接受访问。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是回应，双方都有密切联络，民进党希望双方公开透明进行，希望国民党尽紧伫1礼拜内底甲代志定案。也有正面来回应辩论加比民调。也来民进党这方面是继续维持现有选战的脚步。未来会安怎变化咱唔知啊，所以咱一定爱做最好的准备啊。就是讲无论安怎变化，在野党。无论是安怎组合，咱拢要赢的。日本新来台湾基友会进行到民进党中央来拜会赖清德，更加举行必胜达摩的点睛仪式。赖清德强调，最后决胜的关键力量就是海外乡亲的力量，希望大家会使回乡来投票。也来寻求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伊是无行程。发言人黄树修伫面说讲，赵少康提出见到拿共同政见的草案，完整来跟随郭台铭的主张，口说感谢赵少康义气相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